你係咪都糾結緊？究竟租樓好定買樓好？日日睇住啲樓價上落，心大心細到暈。但其實，好多人做錯決定，都係因為少咗一個重要步驟。傳統嘅諗法，好多時都忽略咗機會成本、保養費同埋資產增值呢啲關鍵因素。你以為供少咗就住數，但可能錯過咗更多。我哋今日就教你點樣建立一個屬於你嘅數學模型，用數據幫你做最明智嘅決定。當你將所有數字代入模型，好似玩緊一個高階版嘅模擬遊戲，你會清晰見到邊個方案先係真正幫你財富增值嘅路。從此，你嘅置業選擇將唔再係靠感覺，而係有實實在在嘅數據支持。告別盲目，迎接你嘅明智理財。